福音10第9節，耶穌按我就係門，係咪人打壓你入，佢出入到外邊，得到暢通，像啲暢所用，即刻得到平安，得到快樂，得到保佑，得到祝福，因為到係咪人打出耶穌嘅門裏咯？得救佢講嗱，所以讓自己係簽耶穌，相信耶穌，因為佢門佢祝福自己，因為cái門tình căn hết, như bình an cái門tình căn hết, như快樂cái門tình căn hết, như tình bết xét cái門, như phấn nộ cái門, như在你面前隆重耶穌隔你開，因為佢真正係門，你大家入門出入，即刻得到佢嘅恩典。但係呢，因為到約翰福音10第10節咁樣講到，出嚟就偷。偷了佢就殺，殺了佢就讓世界滅亡。嘛嘅意思呢？呢個邪靈偷世界嘅平安，偷世界嘅喜樂，偷世界嘅福，隆重嘅偷，讓佢滅亡嘅世界，讓世界冇入平安嘅心。上帝講，耶穌講係我來為了你得到生命，得到富翁一切係富翁，得到一切嘅富翁。係咪嘅富翁นะ？耶穌嚟本世間นะ，本日嘅平安富翁，本日嘅快樂富翁，本日嘅喜樂富翁，隆重得到最好嘅，因為耶穌講：你打壓你入門出入，你得到暢所碰，就係咧耶穌嘅恩典。阿門。